彩石邨就快收樓啦，近排陸續有客人上門諮詢，今日就分享其中呢套4到5人單位嘅案例。謝老房充分利用立面高度定制錯位上下鋪，爬梯輕鬆上落床，其餘功能一應具備。門口鞋櫃包埋雪櫃，錯落有致。上下分區由里側，過道呢邊都係做足收納，兩面開門唔嘥空間。客廳收納櫃唔做滿，設計咁樣簡潔，電視背景係咪好大氣呢？隔寨隱藏門入嚟大房，三寶齊全，休息、學習、儲物功能都有照顧，企理又光猛。廚房同埋浴室都係大變樣嘅，更加方便日常生活，做足收納，雜物睇唔到，企理理嘅。香港公居屋都係陸續收樓啦，我哋針對每套戶型都會去了解，然後根據要求設計，打造一個專屬於你嘅小窩。